化遺產咧係一個城市嘅特質嚟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政府咧都係好重視佢哋點樣去保存佢哋嘅文化嘅遺產。以特區政府為例咧，其實過去一段好長嘅日子咧，我哋對於點樣去保護香港嘅文化遺產，無論係喺非物質嘅文化遺產，譬如係一啲節日啊，或者一啲文化嘅藝術，以至到物質嘅文化遺產，特別喺歷史嘅建築物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注重嘅。呢個工作特別喺近年咧，就係有好長足嘅發展。譬如大家見到咧，我哋而家多咗好多嘅歷史建築咧，係受到保護同埋活化。而喺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咧，喺國家嘅大力支持之下咧，我哋嘅粵劇啦，我哋同埋一啲地方嘅節日咧，亦都係爭取能夠成為世界級或者我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嘅。衛奕信勳爵嘅文物信託咧，早於1992年成立。喺過去20年，喺促進我哋保護文化嘅遺產，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其實我哋而家就覺得好似香港人都好注重文物嘅保護，但係20年前咧，或許係冇一個咁強烈嘅訴求同埋一個咁嘅意識嘅。咁所以當時有呢個衛奕信勳爵嘅文物信託咧，就做咗一個承先啟後嘅作用嚇，令到我哋更加多人咧係認識香港嘅文化遺產啦，愛護我哋嘅文化歷史嘅建築嚇。咁至於喺同政府配合嗰方面咧，畢竟呢個信託咧係一個民間同埋係非牟利嘅機構，咁所以喺一啲資助嘅項目啊，喺一啲撥款嗰方面咧，佢嘅靈活性係比政府大嘅。咁但係隨住呢幾年，特別係過去5年成立咗呢個即係文物保護嘅專員嗰方面咧，我哋政府嘅資源同埋工作就擺咗更加多咧係一啲歷史建築嘅保護同埋活化工作。咁我相信文物信託方面咧就可以起到一個即係相輔相成嘅作用，特別喺推動社會大眾更加關心同埋認識香港嘅文化遺產啦，同埋資助一啲刊物嘅出版啦，或者係做一啲一般或者唔係政府行為可以好容易做到嘅項目。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喺佢過去20年喺推動香港嘅文化遺產嘅保護咧，真係做咗好大嘅貢獻。喺呢20年間咧，透過歷屆嘅主席同埋委員嘅努力之下，一共係撥款資助咗差唔多150個項目，內容亦都係非常之廣泛。但總括嚟講咧，我覺得文物信託最大嘅貢獻咧，就係令到更加多嘅香港市民能夠關心香港嘅文化遺產，亦都透過佢哋參與呢啲撥款項目咧，能夠有嗰種親身嘅體驗。咁我相信咧，對於我哋日後推動呢個文化遺產保護嘅工作咧，有個非常之好嘅作用。今年係適逢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成立20週年。我知道信託會咧係會安排一連串嘅慶祝活動，咁我喺呢度咧就好期望咧全港市民能夠係參與呢啲活動，多了解香港嘅文化遺產啦，多啲去參觀香港保育咗落嚟嘅歷史建築，亦都多啲認識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嘅工作。咁喺往後嘅日子咧，就要多啲支持呢個文物信託嘅工作。